上正到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其中入境31天才传出确诊台北市北投区某一个查甫人，按2008伊找到感染源啊，所以甲改列做本土病例。那伊的牵手昨昏嘛确诊，台北市政府遂赶紧公布相关的卡价。另外，目前看起来，咱国内疫情有转好，边境敢有可能会当放零？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这部分搁爱观察。国内疫情上新的基因定数发现，高雄山石抢棍子甲高雄港相关，所以目前全台湾只敢若剩8条传播链也搁调查，已经有较降来。国内边境深受可能放松，但是中讲检疫的天数若要缩短，就要看 RT 值的变化。我们要看看整体的一个 RT 值的变化。好，整个 RT 值不能说一个先加2，前个先加3，迄都会惊人啦。好，最好能够控制在就是讲得上少，我来想得控制在 RT 1.2以下啦。就能够理想的，如果能够控制在1以下。好，等一个传一个1以下，安尼下就可以开啦。台湾入境检疫缩短政策，详细方案也未出来。即马世界真侪国家拢伫咧放令，大家也伫咧注意咱的做法。不过国内新冠疫情2日新增加4例确诊，也是要注意。其中一个女性个案20162，死里达16。因翁是入境31天了才确诊的北投区男子，按2008，敢若是甲新北市设计师同一个时间伫同一间餐厅食饭感染，算本土个案。因为他被确诊，所以匡列了他的太太再去做采检，那太太采检出来也确定是阳性。台北市政府公布按20162，8日14起过做过百货天母店，15起过星光3月台北天母店等百货公司甲餐厅，另外也起过药房甲台北营总。目前这件感染事件已经确认128人居家隔离，采检结果其中73个人阴性，1个人阳性是按20162，其他54人也搁伫咧检验。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受寒流影响，温度下降，强风反寒，咱全台湾有侪人身体感觉无爽快，风送病院。对19到21，全台湾嘛有超过123件乌卡，也就是到病院进前无喘气、无心跳的案例。医生即马是提醒讲，有心血管疾病、血糖、血油甲血压较悬的民众，温度变化较大时，就要细致。一台一台救护车将患者送入中华基督教病院急诊室急救。天气冷，温差大，中华关消防局为19早起8点到21早起8点，就接到紧急救护113件，其中有7个人乌卡，到院进前心肺功能停止。跟往年的这个平均值来比较，并没有明显增加的一个趋势。那我们所谓的欧卡指的是，我们救护人员抵达现场的时候，患者是处于没有意识、没有呼吸、也没有脉搏的一个状态，但是并不代表猝死。好，所以说我们同仁在现场会对病人做一个 CPR 等等的一个急救。棉、颈部、双手、双脚，如果保护好的话，可以保暖身体的温度，可以保护到50% 到70%。根据高地方消防局发布乌卡案件上新的数字，为19到20有一寡算到21，双北家人有25件，土地苗23件，中中岛14件，粉嘉南18件，高屏31件，宜花东9件，外岛平湖有3件，累计拢总123件。是毋是因为天气冷，致使着雄雄死亡，还是乌卡人数增加，这也有待查清楚。不过以台北市来讲，紧急救护案件甲乌卡通报件数，甲平常时也差不多。这2天的数据跟我们平常统计的数据其实也差不多，大概是10来个的一个左右。但是天气冷确实会好发它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发作。医师也提醒，天气冷、温差大，心血管疾病较会发作，亲像三高的人、坐火人、血压失去控制、心脏较惨的人，出关爱穿好烧。如果室温假设是10度的话，我们体表温度大概36度、37度，所以中间的温差高达20几度。当你的皮肤直接接触到冷空气的时候，血管会收缩，这时候会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血管性的事件发生。受到寒流的影响，全台湾的温度偏低，是今年冬天以来上有感觉的冷空气。有心血管疾病、三高高风险族群，一定都要注意身体状况，保持温暖。若有状况，赶紧就医。记者综合报道。
那咱即阵本地就咧欠卵啊，即马天气变寒，家母搁较无爱生卵，业者就表示，鸡卵即马产量会搁减2成。农委会是表示，目前一天大约是减100万粒至150万粒卵，按算伫清明进前才会恢复稳定。大型风扇将小风送到鸡寮内底，温度降到19度以下，鸡寮窗仔就会自动关起来。低温影响不止人挡袂牢，两家也是真惊寒。鸡农为减少损失，温控甲风拢爱注意。天气10度左右吼，爱风吼，敢若做风台足严重诶，兼落吼足寒吼，这甚至伫9万收、8万收拢总有可能。两农陈秋迪表示，上适合鸡只生卵的温度伫12度，这几天温度拢伫10度左右，生卵量各减2成。气象局预估，湿冷天气继续到拜3、礼拜5，气温才会回转来。两农烦恼，目前全国产量逐天差不多10万箱以下，这几天产量可能搁降低。实际到市场问，林卖商认为减产对市场需求影响无大。过年遐是毋是有搁欠的？大家都拢会抢卵啊！啊，即摆进来拢差不多啊，但是卖都稳定下来，没有在抢蛋啊。啊，价钱嘛无起啊。林卖商表示，目前卖卵的市价差不多伫每台斤46到48块。比年前无明显的波动，这几天虽然供应量较少，不过年后需求退烧，学生也开学，需求也对咧减少。农委会表示，这几天产卵量虽然有较少，不过也伫控制范围内。目前还是要看整体的那个产蛋鸡群的那个恢复生产的状况。如果没有其他特别的一个变数，应该在随着天气渐渐温暖，那产能应该就可以恢复。江文全表示，目前全台逐天差不多欠100万到150万粒卵。在清明节进前，气温回暖了后，就恢复平常时的供应量，不过继续起落，也是看市场机制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咱同款受冷气团的影响，各地温度回升无介明显。若今日透早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台中的大甲，低温是12度1。若外岛的金门甲马祖，低温是无到10度。咱来看温度。气象局是表示，今日各地低温嘛是伫13度至16度左右。若日时的高温，中部以北宜兰大约是17度至18度，花东南部是20度至21度。另外，受华南喷河区的影响，雨嘛较粗，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台中南投花莲的山区雨会落较粗，东部、南部今日嘛有阵雨。拜五的时，冷气团才会减弱，雨嘛较少。拜六到后礼拜1是228的连续假期，天气会较好，嘛会出日头，北部回温会较明显。所以咱来关心，咱政府已经宣布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会当进口，小数伫昨昏公告实施。根据统计，有47%的民众是支持开放，不过外界嘛较关心讲检验量能的问题。卫福部长陈时中就表示讲，目前咱国内检验食品辐射量的量能，一年会当验69000件，应该是无问题。2月7日，行政院预告要解禁日本福岛5县的食品，10天后预告期满，是由数伫2日早起公告实施。强调3原则3配套，对日本食品的管制由即卖地区改做风险产品的管制，不过也是禁止福岛5县的野生肉类、菇类、绿油菜进口。特定地区生产的茶也是年制品，必须检附详证。不过咱国检验量敢会当应付？未来如果在整体的一个今天已经宣布开放的，那预估可能会多了8000件。好，那大概有2500件。那我们现在检验量大概是达到69000，好，所以检验上面都会完整。但是中共这届预告期虽然敢10天，不过不是新议题。平台也接到36个意见，17个支持，4个反对，提出建议也是询问的有15个，支持比例达到4-7，而且甲公告方向无违背，所以宣告开放。尽管有提出这个数据，也是我都消除在野党的疑虑。死心了，不愿再表达不同意见了。国民党强力主张备查该审查，做实质上的审查。另外，国民党提出5个主张，6个要求，希望民进党能够接受。我们会要求实质审查，包含针对相关的检疫量能，还有相关的程序正义，
以及相关的风险健康评估报告，我们都会要求相关部会来逐一的提出。我们认为在施政总质询的时候，院长应该要清楚的来就这件事情来跟大家说明，包括跟立法院报告清楚。立法院25要邀请行政院长苏贞昌进行施政报告。日本福岛食品的议题一定会成为朝野攻防的焦点。苏贞昌2日声明，政府重视食品安全，一定依照相关程序严格管制。佮提起包括当地申请加入的 CPTPP 所有会员国，也拢允准福岛食品进口。所以请民众支持台湾行出去，为加入国际经贸组织来努力。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会当进口，各界上开烦恼的就是咱台湾的检验量能，敢有法度来应用即马要入来进口这食品？虽讲中央有挂保证，讲绝对有够，但过目前伫地方政府遮，敢若新北、台中、高雄有輻射检验设备尔。无论是新本进口的大草鱼，也是鹿儿岛的地亚庄的金桔啊，这一盒包装精美的日本进口水果，大家拢真喜喜。也因为无法度出国，不少人会特别去买，重新回味旅游的感觉。12月底之前呢，就是有一大波的麝香葡萄、草莓一露脸呢，不到多久就卖掉了。我们的店没有考虑的原因，是因为福岛好像没有什么水果，福岛有的水果几乎都没有被我们的日本的采买商进来台湾，没有辐射，没有残留，没有农药残留才能进来。其实真的是不用太担心。还有这间专卖日本货食品行，规下晡人真多。市区数1日公告，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食品进口，中心3原则甲3配套，佮继续把关，要来维护民众饮食的安全。你百姓要不要买单，那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嘛。政府没有强迫你一定要去买这些东西嘛。看一看，如果是我们政府有说什么代号嘛，那我们尽量那个就不要买啊。其实国内正式开放了后，大家上烦恼也是台湾的检验量能到底是毋是有够？因为除了野生鸟兽的肉品、鱼类甲若油菜禁止输入台湾以外，其他品项爱护辐射检验甲产地相证明才能进口。不过目前伫地方政府部分，只有新北、台中、高雄有辐射检验设备，台南市是甲高雄合作检验。他还有做他自己的高雄市的部分，他是可以协助台南市做120件的这个检验的部分。我们抽验都会从市售端去抽嘛，检验结果确认它是超标的话，那就会启动相关的一个行政程序，那以及后续的一个运送到原能会做销毁的这样的一个程序。虽然中央挂保证国内检验量能一定充足，不过无论是进口业者也是消费者，拢用参看态度面对这项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在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是来看联合报。集合冷气团按算会赶到拜五才会回温。农委会是发布航海统计，到昨下晡5点为止，农产品的损失大约是476万，其中以台中损失267万，占56%上侪。第二是苗栗，主要是梨啊、草莓、黄啊这。来关心自由时报。去年2月份，台中市有托婴中心传出零治红婴仔案件，顶日又传出新的影片，案情继续扩大。有家长即马是指控讲是规定老师做伙伫虐待红婴仔，毋是干那一个。台中市的社会局阁展开调查，全面调监视器，发现阁有3个细汉囡仔、细汉红婴仔受害，涉嫌的涉案的托育人员即马拢爱互移送法办。来看《中国时报》，教育部修法学校袂使随便去抄学生名啊、学生的私人的物件。若买有必要的时，爱有2个老师以上，也是有学生家长代表陪同才会使，而且爱专程录影。也过有团体即马是积极讲，虽讲是假条件，也过嘛是侵犯文书。来关心国内昨昏是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内底有3个是伫居家隔离期间因转阳。另外，高雄沙石场的群聚感染，已经指挥中心判断讲，这应该甲高雄港的群聚感染传播链有牵连。那目前咱国内还阁有8条传播链也在找感染源。案号1973，港铁工程师捌去台南拜访客户，造成一家伙仔3台有4个人去围着，也就是台南头一个国校的学生确诊，是一个还未满10岁的查甫学生。
也只能说遗憾这爆发了4个人里面，2个大人，2个小孩，一个小孩是小学的、国小的，这个小孩子是幼儿园的。另外，2181本土新增加的病例，还佫包括桃园机场航警军事案新增加1例，高雄大拿炼油厂新增加1例，也那被动管家大厂、国际男子厂传出有员工确诊，不过也是正常上下班。针对这点，高雄市府表示，这是属于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以工课气泡防疫的模式，规团做伙出入，请市民放心。公司认为这个部分对于他们的公司的生产至关重要，所以他们采取比自主健康管理更严格的方式来办理。另外，防疫旅馆感染佫增加3例。宜兰大溪饭店群聚确诊的案号19340，伫隔离期间，甲点点幼儿园群聚案的案号19344，伫防疫旅馆是住同一层楼，怀疑是互相烧话，所以甲案号19340改列做是甲点点幼儿园有关系。原本为中国入境的案号187，病毒的基因定数发现甲隔壁房，也就是为印度等来台湾境外移入的个案同款，改列做是本土的个案。也那高雄沙石厂的群聚案，案号19530，真有可能是伫防疫旅馆，去互住伫隔壁房，同款伫隔离的高雄港交通船运将因爸母画到的。12月以来，总共有14家防疫旅馆，案件现在并没有增加，就增加1例，22例研判为旅馆相关的感染。那其中的20例由境外移入改列本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有民众去住集中检疫所，亲戚朋友会送物件来、送食的来，也毋过有风声讲这物件事先拢会先防晓过，也是超过。民众怨叹讲，俺袂输敢若犯人共款。疫情指挥中心是强调讲，政府本地就权力去查，因为甚至掠过粉，也是掠过毒品藏伫内底。拍开白骨便当用猪颈，竟然夹出一包粉，另外一个便当也共款。拆开纸箱啊，除了泡面、四手的，还有几啊罐高粱酒，甚至洋芋片内底有毒品。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王必成伫面册抛出几段影片，拢是伫集中检疫所查到的违禁品。啊，毋过也引起质疑，所查亲友送来饭菜物件，不只将民众当作犯人，也无法官依据。对于管理者，他一定有所授权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这里面大概在进去的时候，那相关的应遵守规范，都有交给相关进去入住的人，让他能够了解。指挥中心也公布检疫所危险物件清单有8大类，压缩气体、腐蚀的物件、玻璃物、毒品等，亲像薰酒精饮料也袂当查。指挥中心强调，违禁品拢明确规范，要告知，爱确保住民的安全。毋过，屏东民众被逼隔离费用，煞出现另外一项证据。有民众指出，自查退房进前，防疫旅馆透过来传回这张登记书，佮要求退房迄一天爱签。毋过，屏东县政府要求先扣500块补偿金，用来付旅馆费，若无到夜，还佫另外付钱，违反中央的规定。签署的书是针对24号以前的，那防疫旅馆那时候通知不及那可能有一点小小的一个这样的误解让产生民众的一个整个这样的困扰府里面真的是有点愧疚了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中央全额买单，县府就会依照中央的规定去办理后续的全额补助。因为中央已经决定，去年11月14到今年1月18，被扣的隔离的人，住宿的费用全部补助。针对民众质疑，爱家己付差价，县府提醒是时间差产生误解。县府依照规定全部补助，同意书已经开始暂时无要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这疫情爆发较大，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4亿2000万例，死亡人数有超过590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49例，目前咱台湾计共20056例。香港的病例是26000多例，中国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455万例，伫韩国嘛已经超过20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000万例，印度是超过4200万例，巴西超过28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800万例，法国是超过2200万例。
再来关心澳洲封锁边境已经要2冬，昨昏因是宣布要解除禁令，嘛欢迎做过2冬预防下的民众去澳洲观光甲佚佗。那澳洲的当地人是赶紧甲亲戚朋友团圆。另外来关心英国95岁英国女王传出去话着。现场请爵士乐队演奏，也有人穿第4种列队欢迎献花。澳洲今仔中开边境，欢迎做过2期疫苗游客入境。头一天到56个国际航班到位，一寡伫国外的民众赶紧回乡，雪梨甲墨尔本机场出现温暖接人的感动画面。724 apart, and he's my only son, and I'm alone, so this means the world to me. What's it like having him in your arms again? I don't want to let go. I really don't want to let go. Oh, it's just beautiful.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back. So I haven't seen my dad in 4 years, so it was great to hug him, and all the little welcome presents just make me feel at home. It's really special. 因为Omicron感染病例降低，也甲疫苗完整注射率达到8成，澳洲当局决定甲病毒共存，解除挖近2年的边境管制。除了互真久无看的亲人会当团圆，上较重要目的就是要重振当年产值达到430亿美金的观光业。We are set up as a country now to really take advantage of th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head of us. And Tourism Australia has kicked off their $40 million campaign to start that in all of our key markets where they can come to Australia, and they will. 澳洲估计，这礼拜有14000个旅客入境，不过要恢复疫情进前的欢迎，至少都要用2年的时间。在这个同时，英国也打算采用同款的做法，特别宣布解除限制自由的防疫措施。不过，95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刷第20传出感染的消息。How are you? Well, as you can see, I can't move. 做过3期疫苗，英国女王目前好亲像感冒症头尔。未来1礼拜也是会伫温莎堡做一寡较辛苦的工作。蔡英文总统也请咱国外交单位向英国政府表达慰问，祝福女王早日康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局势来关心乌克兰加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廷是宣布，伊要承认乌克兰东部2个靠外俄罗斯的所在，是承认这2个所在是独立的共和国，所以要甲这2个所在建立外交关系，这嘛互外交谈判，即停战外交谈判增加变数。Считаю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принять уже давно назревшее решение.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признать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俄罗斯总统普廷伫咧全国电视演讲结束了，签法令正式承认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顿内茨克省加卢甘斯克省独立。顶礼拜国会下议就表决通过要求普廷安尼施做，这2个所在真正就宣布主权独立。Ситуация на Донбассе вновь приобрела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острый характер. И сегодня обращаюсь к вам напрямую, чтобы не только дать оценку происходящему, но и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вас о принимаемых решениях, о возможных дальнейших шагах на эт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Это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нашей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ы, духовн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普廷宣布进前就已经通知8点钟协调的德国，德国总理肖兹表示失望，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谴责，美国总统拜登则开条件讲，即个那俄罗斯无入侵乌克兰情形下，则动起甲俄方举行峰会，即马莫斯科安尼施做就无可能啊。欧盟正前也警告莫斯科唔能安尼施做。If there is annexation, it will be sanctions. And if there is a recognition, I will put the sanctions on the table and the ministers will decide.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警告讲，俄罗斯正准备要入侵乌克兰，讲美国一直拢有打算要用弹破来避免战争，不过对任何的攻击也有所准备。乌克兰情势紧张，欧洲真侪国家的航空公司自2月开始拢宣布停飞乌克兰航班。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回来看世界。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出现变数，因为俄罗斯总统普廷是表示，乌克兰东部2个分离共和国是独立的，所以要派兵以维和人员的身份进入这2个所在，而且俄罗斯嘛要甲这2个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来关心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今仔日爆发，西西里岛顶头的机场暂时关起来。意大利的国家火山研究中心是表示，火山爆发喷出来火造成乌云会吹到10公里外。
来关心英国首相强森昨天宣布，英国即马要甲病毒共存，所以伊要解除所有的防疫措施，嘛包括确诊者未过强制隔离。不过这是引起部分的专家较烦恼，而且英国内嘛有人反对。镜头搁等下，咱讲来，咱来关心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伊伫任内真侪届公开支持咱台湾，嘛受咱台湾民众的尊敬。咱外交部是证实讲，蓬佩奥伫3月初2至3月初5，伊会来咱台湾访问，而且嘛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甚至会安排演讲。有学者是表示，蓬佩奥来台湾，其中嘛有代表美国支持咱台湾对抗中国的意思。To prevent China from further eroding Taiwan's international support. We're using every tool that we have in the toolkit. You've seen that we've used our economic toolkit. 纪录片发言挺台湾，美国川普政府任内国务卿蓬佩奥，互人叫做是上优待国务卿。伊伫咧任内唔但促成纪录片对台军售，替为进前国家撤销台美交往的限制。正正就传讲伊想要访问台湾。即马外交部证实，蓬佩奥翁某将会伫咧3月初2到初5访问台湾，觐见总统蔡英文加各界人士交流。Pompeo 前国务卿来访，充分展现美国两党一致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支持，以及台湾跟美国全方位伙伴关系的紧密友好。蓬佩奥这次是由远景基金会出面邀请。算是私人行程，将会发表演讲。根据了解，介最近来也个前美国国务卿政治规划办公室、中国政治规划首席顾问吴茂春，这也是伊这次来的另外一个重点。学者分析，蓬佩奥这个时阵来就是要强化抗中挺台。那我觉得蓬佩奥这个时候来，当然一定程度也彰显出刚刚我所提到的共和党他。一个挺台的一个立场的表现，而这个立场的表现不会随着乌克兰的危机有所消退，反而更为坚强。蓬佩奥虽然已经退位国务卿，不过伫咧政坛依然正活跃，最近是积极减肥，已经减掉超过40公斤。外界认为是伫咧为2024总统大选做准备。王志成认为，蓬佩奥抗中的立场正明显。访问台湾也会替伊伫咧共和党内增加更加侪有利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在关心高雄有一个姓吴的查甫人，进前啉药酒了后，骑奥多摆去互警察抓落来，酒测超过标准，互移送法办。另外，为了要防止民众食酒赛车、食酒骑奥多摆，那买立罚金，这行政执行署最近就加强执法，3个月过已经执行4000多件，嘛拖转来8000多万。警察伫巡逻的时阵，看到这个骑奥多摆的人无甲喙暗挂好，去甲看到的时阵，想袂到煞发现讲，这个查甫人规分输酒味，警方甲做酒测，结果明显超标。原本还阁无承认伊有啉酒，尾啊，警方甲问伊才承认讲，因为天气冷，下班去朋友开的药房，除了买药啊，阁啉药酒，就是讲酒精的浓度无悬，即马煞变做是食酒骑车。酒测值达0.33，触犯公共危险罪，有所依法侦讯。移送高雄地检。啉酒赛车毋但违法，佫会互裁罚，而且罚款若是无纳，案件移送行政执行署，灭害财产拢有可能互扣押。画面顶悬车外口搭封条，涂骹写行政执行4字。一个细小的查甫人，因为几啊届啉酒赛车，欠17万的罚款无纳，轿车互查封。义务人尤其老大强压制新北分署办理分期缴纳。这个姓苏的查甫人，因为3届食酒赛车等等的原因，罚款22万外，超过期限无纳，一直到执行官查封因兜了后，因老母才真着急替因囝纳清。为了阻挡啉酒赛车，执行署嘛加强执法的力头。11月15号开始执行专案那到上礼拜5 2月18号为止，那有效的执行件数已经到4177件。尤其是针对啉酒赛车累犯等等恶行重大义务人，执行署表示，超工拖刷买来罚款的人，拢会当透过扣押名下的厝、土地、汽车、机车等等的手段，互伊知影爱来罚款，甚至更较严重的会进一步提起拍卖。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新北市的劳工局昨天公布违反劳动法的公司名单，计共有280间，其中大公司中华工学、通联客运这5档内已经违规8届啊。其中中华工学佮互劳工一个月加班81点钟。新北市的劳工局是表示，未来准工业者拢无要改善，会加强劳动检查。
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日前公布今年第一波违反劳动基准法雇主名单，其中精华工厦甲统联客运5年来已经8摆违法上市，另外指南客运也6摆，因为109年8月劳基法罚偿权已经提悬到100万。新北市决定以相关的额度100万罚精华工厦，另外统联客运甲指南客运分别罚80万甲70万，若无改善会阁增加劳检处所。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我们会考虑加强检查的频率，可能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我们会加强查缉来做政府应该要做的。精华工厦甲统联客运拢是伫去年被发现有劳工超时工作，其中精华工厦有员工的延长工时81点钟。精华工厦声明表示，因为疫情影响，员工歹招募，外劳引进的时间延前，才发生超时工作，已经加速自动化开发时间，佮扩大招募，希望会改善。另外，统联公司已经伫部分长途路线改做双驾驶制度，避免超时驾驶情形佮再发生。那个时候，因为是从这个农历春节期间，塞车的状况就比较严重一点，有部分的驾驶还会有这个超时的一个状况。像台北屏东啊、板桥屏东这些路线，我们已经改成2段式的这种双车双驾驶的一个开法了哈，希望能够解决这个状况。指南客运是无专业给付，劳工工资、劳工超时工作换班无适当、休困时间滥放假、无互劳工休困时间等真侪违规，重罚70万。不过指南客运对此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啊，咱全台湾零基基关西市台南市有2个温泉区是请真侪民众去浸温泉。当地业者就表示讲，订房率到3月初差不多拢甜啊。另外，花莲因为无本土病例，最近几个月疫情拢较稳定，所以伫即个28的连续假期，真侪饭店旅馆的订房率嘛拢超过80%。天气冷季季，不过温泉稍稍复活。台南南西区的古道温泉，这几天都有真侪人来遮浸温泉。就是说，刚好也遇到天气冷。好，来就又这个地方又非常的适当。天气冷嘛，大家一定会先想到泡温泉。订房率的话，到3月初几乎都是满房的状态。假日的话，游客数差不多在95%以上。无适合古道温泉。台南北河关南岭也国际有名的土谷泉，天气一寒就是关南岭温泉上热的时阵。假日大房率90%以上，台南市观光局统计，这波寒流到位北河后壁东山顶区，假日都将近6万人来遮。同款观光回温的也有花莲，因为这几个月疫情较稳定，亲戚民俗28连假订房率拢冲到80%，不过连假了后的状况煞无介好。我们整个会员的一个会员饭店一个住房大概也有80%到85%左右，所以大概其实对于过年的期间可能比较忙碌，没有办法出游的客人，那可能在这一档连假的时候就再出游来到花莲这边。高订房率也代表交通的塞车，公路总局预估28连假第一天所化解路南车潮会上济，一天车流量预估有14800辆次，连假最后一天是上北的塞车差不多13300辆次，提醒民众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若天气寒，农民上界烦恼。婚姻有农民着烦恼，寒流到季，菜色果子会当害去，赶紧去田里会当收的成收。嘛因为早当丢的蚵仔已经捕蚕捕落去啊，农民嘛赶紧引蚕保持温度。天气关系是搁在落雨，农民穿着雨帽，透早就去田里捕用菜收菜壳。虽然这温度只有10度左右，不过农民烦恼种3个月通好采收的菜壳，会因为落雨继续蓄水就闭开，恐惊到时阵就乌有啊。会闭开对。闭开就无人熬。变做无效。会坏掉啦。工课嘛总歹做。所以咱今日几点安尼就爱较紧来收。阮5点半。另外一边也有农民在咧捕用采收花仔菜，农民表示，去年花仔菜价少低，不过今年因为真少人种，即马价钱还佫袂歹。不过惊讲这寒流佮落雨会影响收成。落雨雨愈热。好。所以这2天安尼有影响。这2天寒佮落雨也袂开啊。目前当日是早当伫我的捕蚕期，有农民来到田里寻蚕水，因为拄捕落去蚵仔惊寒，就赶紧引蚕水来增加温度。因为打捕落的因蚵仔有看迄个篷布啊，会较甜身啊。捕落若拄着像安尼寒流，
伊叶啊尾超会大。云林县农业处呼吁，这几天也是会出现低温，请农民就要加强农作物的防寒措施。若准出现灾情，会当向在地公所通报，公所会协助翕属准证，日后再来争取到天然灾害救助。记者综合报道。这两天寒潮，恒春半岛拄好拄到落山风的季节，当地风是真透，有路顶是强要予风扇倒去，民众赶紧通报。根据恒春的观测站，差城市要出现12级的阵风，这已经是中度风台的级数啊！若屏东平地低温嘛，敢若10度尔。这两天伫病院的急诊呢，就上无有80个人送去急救。赛车的民众经过台一线车城往垦丁的路段，看到一支长期的路顶条挡伫车路，实在真危险。警方连夜接到通报，赶紧去处理。我去甲载阮啊，无车经过，昨雄雄起这个透风若无，应该有到11级级无。现场是路灯因风势过强而遭吹倒，现场无人伤亡。警察去现场处理的时阵，会当听到风咻咻叫。恒春半岛即马本地就是落山风的季节，加上20开始这波寒流落南，当地风扇甲愈强，想袂到车路的路顶条嘛挡袂牢。下午2点50分，它车程的东北风达到12级。12级啊，那已经到中台了呢。毋但恒春甲车城测到那亲像风台11到12级的阵风，这版寒流，屏东平地上低温嘛干那10度，病院急诊室即无用。到21下晡2点，消防局统计至少有80人紧急送医，其中有6人送医前就无喘气心跳。记者大家文赖维做屏东报道。昨天2月2日是世界母鸡节，教育部伫表扬本土语言保存甲推展有贡献的个人甲团体，感谢因对母鸡的付出甲打拼。得奖团体新北市立有赖国民中小学带来精彩的泰雅歌谣表演。1908年合作环东教育所，即阵应用家己的族语，唱出骄傲的歌声。我们就有部落的耆老，还有一些教育的资源的挹注，孩子在这个文化的保存跟语文的部分都有非常明显的进步。也有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退休教授李金花，毋但伫母语的文学甲教育投入心血，嘛积极推动整合出台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拼音是即马世界语言书写的即个潮流嘛，已经足少国家无使用拼音啊啦，所以咱是算做伫即个无使用拼音的环境之下，咱一定爱去推广，互伊正做也有拼音文字，也有迄个汉字。台南瑞丰国小校长黄良成校长兼讲经，退休了后投入台语推广，也希望本土语言会当甲英语同款有平等的资源。教育基层伫国小国中内底。无在调人全母语教学，也毋过要求爱有一定的比例爱全英语教学，是安怎伫台湾这块土地，哪会变安呢？中心奉献奖是今年85岁的台湾南岛语言之父李仁贵，伊表示家己是咧甲时间走表，尽量记录珍贵的语言资产。教育部长潘文忠也邀请大家做伙讲母语，望台湾遮济遮尔水的本土语言，拢会当开出比例汇率。记者苏晴、谢桂林台北报道。那伫台北的国际艺术村，最近是伫展览甲移工身心障碍者相关的主题，透过艺术家的访谈、录影，也有翕相，来互要甲外界来探讨弱势平权的议题。记录身体有各样的人，要安怎对轮椅、骑去乌托邦，阁有无障碍道的探讨。这是台北国际艺术村最近的展览，深入探讨身心障碍者甲移工的人权问题。他们是倾斜，像在斜坡上面钉在我们的展墙上面，然后搭配就是卫福部的数据来去表示说，他们一天花多少时间在这些椅子上面。阁有艺术家用挂籍移工做题材，像这几组是表达咱对移工的看法，对照移工本身，希望大家安怎看待因，嘛用访谈延伸人权甲尊重的重要。即届将所基地2的展览。
继续展出7位自创艺术家的作品，为弱势者来出声。在台湾的时候，大家对于外籍移工的印象好像就是都席地而坐，然后都用手吃饭。可是他希望大家在解读他的时候，可以觉得他是更高雅、更有文化，所以他选择就是穿上他们传统服饰去表达说，哦，他其实是代表一个也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国家。那众所之地这个名称，其实探讨的就是说，我们展场作为众人聚集的地方，或者是说我们整个国家都市作为众人所聚集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去更听得到我们一般听不到的声音？台北国际艺术村表示，希望展览通展出弱势族群的另外一面，阁有亲像车马人听声画图，嘛表达出虽然看无，嘛要努力试看卖。记者陈亚文、徐凯台北采访报道。即阵毋但咱台湾的物价起，钱变薄，伫日本已经消40多年，香港是国民四手热番麦饼、玉米棒，嘛传出4月份的时要起价，要起2成。这嘛是这款饼上市43档来头一摆起价。用网界段包装，色彩正水的规矩的番麦饼，是日本囡仔真爱食的四手仔，芳芳脆脆酥酥。连大人嘛真爱食，而且伊介绍正俗。自1979年上市以来，一支只要入票10块，无讲大票2块半，连囡仔也买会起。伫10家店内面销路真好，要么今年4月就要起价啊！起到一支12块日元，起2成。しょうがないと思いますよ。メーカーさんの方から痩せてもらえば、やっぱり。利益確保できなくなっちゃうんですよね。あまりそうやって値上げでも値上げしないってなると。业者讲，这份原物料的继续一直起，再加上日元盘进口成本增加，为了要反映成本，只好起价，又是43年来第一遍起价。やっぱり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うまい棒はね、ずっと長い間値段を保ってきた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やっぱり2円上がるって大きいですよね。まさかその駄菓子で安く子どもたちが買えるようなものにもちょっと影響出ちゃう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悲しい感じですかね。はい、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ました。这种规矩的番麦饼有真侪口味，不过其中玉米浓汤的口味上受欢迎，一年会当卖7亿支。放好了每一个番麦饼，是真侪人做囡仔时阵的记忆，怎么也挡袂掉啊！要起价。公司新闻詹慧玲编辑。疫情改变咱的生活，疫情嘛改变经济模式。伫网络买物件会当唔免接触，唔那离边，嘛唔免惊疫情的风险。伫欧美国家目前就有一款黑暗的商店，这款商店其实是仓库，互民众伫线顶买物件了后，随着当家己送到位。门窗怪暗暗，门外一间送货员等咧上路。这是伫荷兰甲真济欧美国家即马咧流行的黑暗商店，内底是小型超市、仓储，暗个人客民入去买物件。甲恁用应用程式落单，各种物件有专人来准备，几十分钟之内就已送到厝，方便搁紧。毋过这仓储大量储袋，小卖店头互家路失去活力，冷冰冰的线顶买物件，储袋真济交通，加上机车、脚踏车穿过家路的。客家噪音，互不少人有怨言破坏都市生活节奏。I'm living here. Here's my place, and I don't want to hear noise or interesting things in here in front of me. 黑暗商店因为疫情成长真紧，无接触买物件防疫加分，还可影响交通停车甲排队算小时间，接受度增加。kim 创投业者大手笔投资数十亿美金，不过伫英国伦敦、德国柏林业者拢面临噪音伤过大指控。巴黎副市长阁点名黑暗商店是都市景观的毒瘤。荷兰的鹿特丹甲阿姆斯特丹两大都市已经决定暂时冻结新的黑暗商店特点，则袂有甲当初 Airbnb 过度扩张的问题共款。We also took the comparison with Airbnb, and we noticed as a city government we were quite late in our response, and the nuisance in the neighborhoods and the annoyance was already so big that we didn't have lots of instruments to actually do something about it. If a freeze to be continued for a whole year and so on, obviously it's a young industry that's growing. It will affect our ability to serve our customers in the best way. And we also create a lot of jobs in the neighborhood at local level.
提供方便生活新创服务，煞正做大家拢去嫌。当地三大暗店业者弗利克、Greras 甲 Getir 拢话要讲，强调客户大部分对因的服务真满意，也对社区经济有贡献，希望甲市府合作解决问题，加做社区的好处边。按过想要改变民众的摆天，爱个加出外力。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世界真新鲜，咱来看，讲到特务，真侪人会想到美国甲苏联。那澳洲即马是有一间间谍博物馆，专门咧收藏特务身躯在的物件，互人去了解特务外神秘。对因的清查、偷翕的假死，全拢有。当年嘛，请侪侪观光客去参观。伫个博物馆内面陈列真侪衫裤、帽啊、勋章，每一项拢代表特务的身份。馆内收藏上侪就是特务用的翕相机。即间管理员麦克彼得森正伫咧介绍旧苏联特务 KGB 1970年代开发，敢若留下的翕相机。The button comes through there. The cable goes into the back of the pocket. So he just puts his hand in his pocket, squeezes the cable, and takes the photo. 这间间谍博物馆是澳洲唯一一间间谍相关的博物馆，伫咧昆士兰一个庄卡的乡镇赫伯顿。当年拢有上千上万的游客来遮参观。内面陈列的用品拢是真正间谍用过，除了流瓦型的翕相机，一个加镜结合会当射击的翕相机，一个建做分压的翕相機。The Russians are looking for you. They wait outside your embassy, say you're working in London. You come out of the embassy, they walk up to you with the cigarette, ask you for the light, and then take your photo. 这款用品大部分拢是旧苏联加美国伫个冷战时期互相派到对方去的情报人员使用的。博物馆原本的管理人罗伊亚克，伊也是澳洲的间谍，一个不用讲来几多台翕相机去南韩执行秘密任务。随着展示的物件，每一项拢有一段故事。Some were just in backyard sheds that Granddad had put in the shed, and the kids had found it, and Granddad had passed away. So each part's built in a different factory. So production-wise, anyone who works on that camera has no idea what the part is. 管理人彼得森是伫咧做摄影工作，熟悉真侪为军队工作、做监视等相关工作的人。有人写伊也来博物馆内面撮去，大家做阵讲这段有神秘色彩时期的历史。公司新闻，但是东平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提醒乡亲，今仔日各地同款是湿湿冷冷的天气，气温敢若13度至16度，那高温嘛敢若18度至21度。另外，今仔日伫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也有宜兰花莲，甲一寡所在雨同款会较粗，提醒乡亲出门爱记早雨满雨伞。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1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1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1度。外岛的温度是6度至15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